台湾有一群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青年，辛苦趁钱、真拼死，但是也是赚无啥钱。这主计处的统计，每人每个月实际的总薪水，2022年是为38000块，增加到41000块，成长的幅度7.8%。但是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放落做伙算，安尼变负的。负0.15%，是这10年来上大减幅。因为薪水对袂到物价通货膨胀，所以有超过一半上班族到月底落地啊就打。打出社会少年人，阁要安怎找到努力的方向？台湾青年要安怎面对先赚都赚无食的人生呢？继续来看。比起过得很拮据，我根本没办法接受卖命工作。时代的脚步太快，我就选择直接躺下来。我觉得我不算有钱 ，Be proud of being a loser。对，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全年的蛋已经买不起了，80，他之前60。大学刚毕业的7七，和男朋友做伙伫咧东华大学附近租厝，若先厝税，3顿嘛是会当省就省。本来是想要做肉丝炒木耳，可是就省钱，我们就买姜炒木耳就好这样。我们会先看那个机器品区，因为它会打7折，因为收入不多嘛，就是要减少开销。生活品质跟物欲也都是要减少这样子。暗顿时间，两人讲日常生活代志，就亲像伫咧讲家己未来。很多人都是固定在做临时工的，他们有正职，然后有休假就会去找临时工作。为什么要那么拼？他说他要存钱买房子。是我就不会做那个临时工也是买不了房子啊。对。报到30岁7七，毕业2年，做过几份工课，拢是临时工。就业目标，一个人锁定短期的非典型工课。本来是在诊所柜台打工，然后本来是一天做4小时，一个礼拜上4天的班。游戏的陪玩或者是语音聊天，就是赚一点点额外的小钱这样子。我大一的时候听说，老师界已经饱和了，你想要进去学校当老师，还得塞红包给校长。我就想说算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态。国立大学教育系毕业，也未进入到这场，就是听讲未来就业环境真黑暗，所以伊放弃做老师，行家己的路。以目前来说，就是非常勉强，然后没办法存到钱。比起过得很拮据，我根本没办法接受卖命工作的生活。如果那种生活才不是穷忙的话，我好像宁可选择穷忙。欠无钱，嘛认分家己是被保型的青年，只是讲将来无规划家己的人生，考虑一世人拢不爱做在一个工课，有趁钱就是就去旅行，无钱则搁继续找临时工。父母那一辈，他们有尝到甜头嘛？那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像我的父母那样的成就，或是那样的成功，那样的赚大钱。你只要愿意努力，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感觉。现在太多的变动性。金融海啸，然后股市怎么样，然后裁员、失业风波怎么样，很多突如其来的状况，或是通货膨胀什么的，然后房价、中国跟什么两岸关系等等，我会很害怕，我就算努力了，然后也没有一个好的成就或是赚大钱，所以如果我就宣告我躺下来，就不是我的问题。7七的男朋友明年特别为法律系毕业，对未来人生同款感觉希望目标。应该说，我肯定会是穷忙族。我不想要做那种很进公司然后普通的工作，我就是想当个创作者。像是我妈就会说，这样子以后不稳定，要是到30岁还在打工怎么办？从来没有想过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了，我没有余力去管那么后期的事。我也不知道很多的报酬是什么样的，因为
在我世界，我就是可能1小时时薪是170呀。我从5月上架，然后到现在，他们应该让我赚了8000块台币。设计大图趁挂图画，其他时间瓜皮甘愿用伫咧摄影，伫咧未来实现创作梦。为了梦想，甘愿做被捕型青年，伫咧8、9年级的族群内底抢在看到。目前大部分是吉他的弹唱比较多，有时候会去当别人的乐手，那可能是鼓手或者是键盘，不一定，不太稳定，因为我们都是接活动，那平均大概2万出头吧。离开台南故乡来花莲读大学，工课做到当10外档，30岁以上40岁不满的老体，坚持家己的表演理念，一个人当做兼职工课。如果说我还想继续做表演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接正职的工作。像这个月我就没有在那边驻唱，那就变成我要去找其他的工作，然后让自己活下来。现在要做这个工作，以我目前的阶段来说，它的意义主要是在于活下去，可以活到2月。对，那明年2月之后还不知道。就算生活随时吊顶，将做被捕型青年，这嘛是老体主观的选择。下班时间还不能准时回家，还要加班，那你赚到的钱其实好像也只能让你刚刚好的活下来。那起码我不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对你现在生活状态是满意的吗？不能说满意，但我接受它。Be proud of being a loser。对，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如果说要去检讨为什么年轻人爱上班不上班，那也许可以反过来看一下他们上班可以得到什么。无想要卖拼，不爱当未来追求自由，就亲像反省现主时少年人想法，嘛讲出因无想要吃头路的心态。背后所隐藏的，刚好就是台湾整个劳动市场，到底是不是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的问题了。越到现在社会，你就会发觉到说，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懒，有时候是真的社会上面我们要找到适合的工作不太容易，发展太快了。你可以看 AI 一出来的话，说不定很多过去我们所习惯的、已经学习到的工作技能，说不定会被 AI 所取代。这个劳动市场上面的年轻人，他不太能够再像以前那样，说我毕业了学了一技之长，我可以吃10年、20年、30年。清贫穷忙族几乎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代名词。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环境的变动以及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感到力不从心，再加上不希望生活被工作给占据，因此他们宁愿选择活在当下。2002年，台湾8个人逐个月实际经常性总薪水是3万8，10年之间增加到4万1，成长7.8%。不过消费者物价指数2020年是负成长，嘛是这10年减上最普通。增加的薪水扣同会碰到的物价食条，让少年人感觉安怎赚就是赚无够开。小妈妈带两个小囝接受社福团体协助，住伫台中走来功夫无固定工课，做菜园啊，有当时啊好卖菜伫咧趁吃。我不想被人家看不起，到处打工，只要有打工机会，我曾经一天兼3个工，你必须要去面对它，想办法来处理它，而不是来逃避它。心中伫咧单亲家庭的家家，半做半读，担起家庭生活。大学就要付什么书籍费那些，其实是跟前面的高中那些时段的那个金额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已经就没有政府的补助了，所以就变成说那个压力是 double 上去。我现在大2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不拿家里的钱，就是
我反而是给家里钱的那一个，因为妈妈身体状况不好嘛，所以我变成说我暑假寒假去打工。当伫咧台法律系家家伫咧弱势家庭大汉，无表示做检察官，为了改善处理经济，伊顾未到未来有啥物变化，敢来当过来向前，互家己卖善食。台湾的产值定期和真侪国家拢同款，伊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的60%为上佳生活费标准。若是达未到，就是产值人。全台湾的上佳生活费是13288块，每一个县市的产值标准别拢无同款。台湾若是比17668块加，金门人口比12102块加，都算是产值人口。因为社会救助法规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标准，包括家庭人口和收入计算，甲无联络的父母，或者是无实际车用囝儿实势，拢算不起。这包括遗产和不动产，无收入的人嘛全部遗失仅有收入，所以产生的产值乌数全部拢去排除在外。来看后边就业时数和机会不够，拢是产值计算因素。虚拟收入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取消？其实它有点是政府机关的方便了，有工作能力，他就假设你有基本工资，那所以他就不用去查证，造成台湾社会救助里面一种畸形的现象。社会救助太难进了，所以你好不容易进来的人，你不会想要离开。那不想离开的意思就是说他脱离不了贫穷。产值线下面一张一张辛苦补助的面包啊，牵动人心。消除产值是世界各国拢想要解决的难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团体协力辅助，让因有更多勇气为生活奋战，抢救必开的人生。